香港經濟連續3年增長，整體氣氛穩中向好，盛事活動吸引旅客訪港，國際會議匯聚各地嘅政商領袖，促進更深入嘅交流協作。第一，資產市場更趨活躍，股市持續向好，總市值升到50萬億元，新股上市活躍，住宅樓市氣氛轉好，銀行總存款額去年年底超過19萬億元，按年上升12%，資金繼續流入。資產管理業務亦向好，喺香港註冊嘅基金資金淨流入3570億元。香港喺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穩居全球第3、亞太第1，亦有望喺1-2年內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二、企業人才加速匯聚，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引進辦已經吸引超過100間重點企業落戶，其中51間已經上市，76間喺香港設立全球或者地區總部，將帶來約600億元投資，創造約22000個職位。投資推廣署舊年協助咗560間企業喺香港開業或者擴充業務，亦將帶嚟700億元嘅投資，以及創造超過1萬個職位。海內外企業駐港公司同埋初創企業數目均增長11%，同創新高。吸引人才方面，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已吸引逾10萬全球精英嚟港，我哋將會繼續積極招商引資，吸引人才，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嘅動力。第三，國際聯繫持續增強。國際調解院在港成立，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嘅地位。國際會議同埋展覽方面，一帶一路高峰會、亞洲金融論壇、金融科技周、香港海運周、香港國際創科展等活動，各吸引數以千計嘅國際政商同埋行業領袖參與。今年我哋會繼續深化國際聯繫，包括首次承辦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議。第四，盛事匯水，旅客攀升。去年訪港旅客近5000萬人次，比前年增加12%，其中非內地旅客增加15%。盛事雲集，去年同廣東同埋澳門共同承辦全國運動會同埋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暨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提升咗香港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嘅能力，以及同大灣區城市嘅深度融合同協作。啟德體育園開幕未滿1年，主場館門票銷量已達亞洲第1、全球第3，總收入亦為亞洲之冠。未來1年，文化及體育盛事將會接踵而嚟，展現香港嘅獨特魅力。以及5，提速推進北都發展。北都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將為香港注入新經濟動力，助力香港南金融、北創科嘅新產業佈局。我哋正係提速推進北都發展，包括採用片區模式批地，同埋引入企業同埋產業，成立2間專屬公司，分別聚焦新田科技城同埋洪水橋產業園，並預計喺年中提交北都專屬法例嘅條例草案。主動對接15-5規劃。15規劃建議為國家未來5年發展提出咗總體思路、戰略目標同埋重大舉措，係引領全面實踐中國式現代化嘅戰略藍圖。規劃建議明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同埋貿易中心地位，並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同埋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我哋可以喺多個重點領域發揮作用。第一，貢獻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香港嘅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喺 AI、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以及新材料同埋新能源等領域具備獨特優勢。同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哋會推進金融加，善用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同埋優勢產業，並加快推進金融同埋創科相互賦能，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第二，積極參與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喺一國兩制下，香港嘅獨特嘅制度優勢，加上高效嘅航空、航運同埋物流服務，能夠促進雙向嘅貿易同埋投資，為企業嘅引進來走出嚟擔當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以及3，匯聚國際高端人才。香港世界級大學同埋國際化環境，有力吸引同埋匯聚各重點領域嘅頂尖人才嚟香港，包括國際科研嘅領軍人物。同時，我哋會繼續投入資源培育本地人才，配合國家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行政長官將會率領跨局跨部門專班，帶領香港主動對接15-5規劃，並首次制定香港嘅5年規劃。我哋會更積極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以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推動經濟朝高質量、高增值、多元化嘅方向前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技變革正係重塑全球經濟，引發新嘅消費需求同埋投資，同時促使產業跨界融合。科技創新正係深度推動產業創新。香港喺創新科技同埋商業轉化有住國際化、科研實力、金融支撐同埋高端人才匯聚等優勢。我哋正係加強全力土地同埋資本嘅配套，結合大灣區城市原地嘅高端製造，提升我哋作為全球原始創新策源地嘅影響力。人工智能加，我哋正係提速推動 AI 產業化，並促進 AI 同埋各產業嘅深度融合，同時亦都鼓勵 AI 嘅廣泛應用，達至全民使用、全民善用。AI 加同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鑑於 AI 應用正係迅速推動產業革新、新技術、新產業同埋新產品急速冒起，我會成立同埋主持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為 AI 帶動產業轉型同埋發展制定策略，創造有利條件，並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同埋園區公司等參與。初期將會係聚焦喺生命健康同埋具身智能。AI 賦能產業。喺基礎研發方面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目前已經累計資助咗16間聚焦 AI 同埋機械人嘅實驗室，當中嘅科研焦點包括以 AI 驅動嘅機械人技術，可以廣泛應用喺醫療、物流、智能製造、建造等行業。政府推出嘅30億元人工智能資助計劃已經批出近30個涉及大語言模型、新材料、生物醫學等領域嘅科研項目，強化本地 AI 嘅研究同埋應用。我哋正係積極對接國家人工智能加行動，以應用場景驅動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會下半年投入運作，支持 AI 項目研發同埋成果轉化，並會就 AI 發展嘅治理框架同埋規管制度等提供意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同數碼港剛展開第2期沙盒測試，重點探索以 AI 對抗 AI， 推動銀行業更安全同埋負責任咁應用 AI。算力基礎，目前本港整體嘅算力已達每秒5000千萬億次浮點運算次數，係支持 AI 發展嘅重要基礎。沙嶺數據園區將進一步提升整體算力嘅規模，項目可以提供25萬平方米樓面面積，招標結果將會喺短期內公佈。園區將為應用 AI 所需嘅數據同埋算力等提供重要支撐。全民 AI 培訓。AI 為社會同埋就業市場帶嚟新機遇，關鍵係喺社會各個層面嘅普及同埋對 AI 嘅認知同埋應用。我哋將邀請不同公營機構聯同科技企業同埋大專院校，籌辦 AI 應用學習課程、講座同埋比賽，以提升學生、青年同埋公眾對 AI 嘅認知同埋運用技能，以及負責任咁使用 AI。我哋將會為此撥款5000萬元。
自2025-26年度起嘅3個學年，各資助大學將會新增共27個同 STEAM 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包括 AI、創意產業、數據科學等。自資專上院校方面咧，由2027-28學年起 ，AI 相關課程將優先列入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職業訓練局、職訓局高級文憑課程嘅必修資訊科技單元亦會涵蓋 AI 嘅應用。僱員再培訓局將會升格為技能提升局，並會提供包括 AI 應用嘅各類技能為本嘅培訓，提升本地勞動人口嘅競爭力。優質教育基金亦都預留咗20億元推進中小學嘅數字教育，以開展校本 AI 教育項目，並資助學生參加相關活動。另外，我哋都會為教師提供 AI 培訓。數據運用，為咗進一步強化政府內部數據嘅運用，我哋會增撥資源，讓統計處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數據科學諮詢同埋分析，以辨識業務痛點同埋建議解決方案。統計處下個月將推出全新嘅網上數據互動服務平台，整合唔同類型嘅統計資料，便利企業同埋市民進行跨主題嘅分析，並預計喺第3季加入自然語言嘅查詢功能。AI 賦能公共服務。多個部門正係積極利用 AI 同埋相關科技推動數字化，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例如，第一交通管理，運輸署將會研究建立結合大數據分析同埋 AI 嘅交通管理平台，全面掌握交通實況同埋提升管理效率。2. 就業服務，勞工處會運用 AI 優化就業配對，為求職人士同埋僱主提供更好嘅服務。3. 水浸預警，渠務署將會提升智慧水浸預測同埋預警系統，亦通過 AI 大型視覺語言模型分析道路嘅影像，加快緊急應變嘅速度。以及4. 山泥傾瀉風險評估，土木工程拓展署年內將全面整合本港嘅降雨數據、山泥傾瀉記錄同埋人造斜坡嘅資料，實時進行動態風險評估，以優化預警嘅機制。政府已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統籌同埋推動部門應用 AI， 重組工作流程同埋提升效率。我哋會撥款1億元，引入業界嘅領先技術，加速政府數字化轉型。公務員學院會聯同數字政策辦公室，為公務員提供以 AI 為主題嘅培訓，讓公務員更好掌握相關嘅知識。生命健康科技，我哋正係積極推進生命健康科技嘅上中下游協同發展。上游研發方面，我哋會以1+3嘅模式推進，即係河套深港創新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簡稱河套香港園區嘅生命健康研發總院，加上3所大學籌建嘅分院。此外，InnoHK亦有多所研發中心。中游成果嘅轉化方面，產學研1+計劃已支持15個項目；下游產業方面，3大創科園區已經匯聚咗近500間相關嘅企業同埋機構，生態蓬勃。國際醫療創新樞紐，生物醫藥技術研發嘅轉化。河套香港園區嘅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已與深圳園區建立協作平台，提供一站式臨床試驗支援，匯聚科研人員，整合數據庫，推動生物醫藥同埋疫苗嘅研發。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將於明年成立，貢獻國家生物醫藥科技引進嚟走出去，助力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跨境醫療合作，政府去年底成立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支持醫療醫藥企業，並加快新藥械打進內地同埋國際市場，為國家藥品監管科學體系作出貢獻。中醫藥發展。中醫藥發展藍圖勾畫香港中醫藥發展嘅願景，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及高水平發展。我哋將向中醫藥發展基金注資5億元，就策略性主題進行研究、培訓同埋國際推廣。新落成嘅香港中醫醫院同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大樓已經投入服務，有助推動中醫藥服務發展、科研創新同埋標準制定，向國際展示中醫藥嘅優勢。新型工業發展，我哋積極引導本地生產商轉向智能製造，技術包括物聯網、實時數據、應用數據分析、先進人機界面以及機械人技術等。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已支持超過120條新智能生產線，帶動超過10億元嘅私人投資。此外，新型工業加速計劃鼓勵企業喺香港設立高端智能生產設施，至今亦都支持咗4個項目，涉及總投資25億元，當中超過70%係私人嘅投資。政府將於年內推出新型工業精英企業培育計劃，重點扶持對本港新型工業發展有貢獻嘅高增長企業，為香港培育新興同埋未來產業嘅企業。政府致力落實同國家工業同信息化部簽署嘅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嘅合作協議，促進產業嘅合作。我哋會預留約2億2千萬元喺香港建設首個境外嘅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香港微電子研發院嘅第3代半導體芯片技術研發同埋試產嘅中試線，年內將會投入運作，可以促進本地芯片研發同埋產業升級。此外，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已支持2間發展半導體芯片技術同埋設備嘅企業，總投資超過15億元。我哋正就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進行研究，包括新興同埋未來產業，目標係加速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發展新質生產力，融入國家新型工業化整體佈局，為經濟注入新動能。結合市場力量，加速創科發展。我哋會通過河套香港園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等重點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同埋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公私協作，要實現北都成為國際創科新城嘅願景，其中一個關鍵在於釋放區內未充分開發嘅私人土地潛力，將佢哋轉化為產業空間同埋配套設施，從而為實體經濟同埋產業加速發展提供堅實嘅支持。我哋正係研究進一步推動喺北都持有土地嘅發展商，聯同科技或先進製造企業，向政府提出合作發展嘅方案。我哋期望通過3方合作，引導相關嘅土地同埋企業資源，對接香港嘅重點發展產業方向，讓商界更深度參與香港嘅經濟創科轉型，合力加速北都嘅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河套香港園區第1期首批落成嘅2座大樓已經有超過60間企業落戶，出租率約係80%。第2期規劃亦都完成啦，2期將合共提供200萬平方米嘅樓面。我哋會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元，俾園區公司以加速園區嘅發展，包括引入市場嘅力量，加快發展第1期餘下嘅地塊，提供重要嘅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強對初創企業嘅支持，以及成立創投基金。我哋正係爭取喺深港2個園區實現人員、物資、資金同數據嘅便捷流動，並與內地研究制定科研數據同埋生物樣本過河嘅具體實施方案，例如以白名單、綠色通道等機制簡化進出嘅手續同埋審批嘅程序。
新田科技城。新田科技城係河套嘅延伸，同河套香港園區形成上中下游協同發展，構建完整嘅產業生態圈。河套聚焦上中游嘅研發、轉化、中試等，而新田科技城有較大規模嘅土地，則可為研發成果轉化提供原型、中試同埋量產嘅空間。我哋今年將會成立專屬嘅公司，推動開發，並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元起始資金，同時帶動市場嘅資源，提速發展，培育同埋壯大新興產業。低空經濟，低空經濟係推動城市智能化、區域融合發展嘅新動能。政府已經完成首階段嘅修例，並將會完善民航法例同埋監管架構，為低空經濟長遠標準化發展奠定基礎，並構建具競爭力嘅生態圈。首批監管沙盒嘅32個項目已經喺指定嘅航線進行測試，部分無人機應用場景，例如大廈管理同埋巡查，已經進入實際嘅運作。我哋上半年起將會分階段推行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多用戶共享平台、跨境航線同埋載人飛行器等嘅應用，亦正同內地積極探討開展跨境物流試飛嘅項目。航空航天15規劃建議提出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國家航天局亦提出推動商業航天企業有序出海，香港可以協助內地航天產業同全球市場對接，並提供科研、融資、風險管理同埋法律等專業服務。引進辦將會牽頭物色合適嘅航天企業嚟香港發展。我哋亦都要求咗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檢視相關嘅上市規定，便利同埋吸引更多航天企業嚟香港上市。政府喺 InnoHK 下成立香港太空機械人同埋能源中心，參與國家嫦娥8號任務。該中心研發嘅多功能月面作業機器人已經進入航天器初樣測試階段，呢個技術可望拓展到地面嘅應用。創新及科技基金亦提供逾1億元支持大學6個研發項目。此外，基金支持嘅香港中文大學港中大1號衛星已成功發射並進入預定嘅軌道。低軌衛星可以支持高端產業嘅發展，我哋會積極擴展通訊基建、簡化牌照嘅制度，推動未來6G嘅應用。自動駕駛，政府喺保障道路安全嘅前提下，正係加速自動駕駛無人化、規模化發展，達至商業營運，推動業界以香港平台開拓海外市場。航天走廊自動駕駛運輸系統預計年內啟用，係首個在港商業營運嘅項目。新材料研發喺香港已經進入商業化階段，並具有國際發展潛力。2間本地初創企業將於年中喺屯門環保園設立生產線，利用回收物料分別升級再造成無電製冷同埋創冷產品嘅核心原料，以及升學超材料產品。此外，政府正係提速興建第3個 InnoHK，聚焦新材料同埋先進製造、能源同埋可持續發展。旗下嘅研發中心將於上半年起陸續成立。RISC-V 係新一代芯片底層技術，佢開源嘅特性打破咗傳統技術封閉嘅限制，正係推動更多元化嘅創新探索，引領全球芯片設計同埋應用嘅變革。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通過戰略投資同埋與領先企業合作，積極推動 RISC-V 技術研發同埋產業落地，包括同呢啲企業聯合成立香港 RISC-V 聯盟，匯聚產業、學術同投資界喺大灣區進行跨界別合作同埋國際合作。具身智能 AI 發展從大語言模型邁向同物理世界互動嘅具身智能，唔同嘅載體，例如機械人嘅技術同埋應用創新將會不斷變革，為生產工序、商業運作以至我哋嘅生活模式帶嚟根本嘅轉變。現時各科技園區同埋港投公司亦有支持具身智能嘅初創企業，政府將積極推動具身智能生態圈建設同埋產品嘅應用。量子科技可以大幅提升運算能力、通訊安全同埋感測嘅精準度。呢啲技術突破將會締造更多嶄新嘅應用。大專院校正係通過 InnoHK 等不同嘅平台進行多項研究，包括開發 AI 量子模擬平台、推進 AI 與量子運算結合等。香港亦都成立咗2間同量子科技相關嘅全國重點實驗室。政府會積極推進呢方面嘅基礎研究同埋產業應用。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政府推出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引領市場嘅資本投資生命健康科技、AI 與機器人、未來產業等策略性新興領域。我哋正係甄選緊基金經理，以期基金喺年內開始運作。深化產學研嘅協作，政府嘅100億元產學研1家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大學研發團隊，將科研成果轉化同埋商品化，已批出49個項目，涵蓋健康及醫藥科學、新材料及新能源、AI、先進製造等領域。有關商品將會陸續推出市場。檢視研發開支嘅稅務安排，香港同大灣區緊密嘅經濟融合，為跨境科研合作、技術轉移同埋新興同埋未來產業嘅發展帶嚟機遇。政府將會檢視並優化研發開支嘅稅務安排。內心資本港投公司。成立港投公司既為財政儲備爭取中長期嘅投資回報，亦可以牽引更多前沿科技同埋內心資本匯聚香港，促進產學研投跨界別深度合作，加速構建香港創新科技生態圈同埋重點策略產業鏈嘅發展，提升競爭力同埋促進經濟多元發展。港投公司全面營運至今，累計投資超過190個項目，主要包括硬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同埋綠色科技等範疇。其中10間企業已喺香港上市，另有超過20間正係籌備今年上市。港投公司每1蚊嘅投資，成功帶動超過8蚊嘅長期資本跟投，高效匯聚國際市場嘅內心資本力量，合力推動前沿科技加速發展同埋應用創新。考慮到港投公司620億元嘅起始資金已大致分配，我哋會適時注資，進一步推動創科發展同埋產業群聚。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政經格局深刻變化，外圍環境複雜多變，但係本港金融市場表現亮麗，金融體系保持穩健。我哋將會繼續積極鞏固現有嘅優勢，拓展新興領域，並強化市場體系同埋風險管控，深化大灣區嘅金融合作，全面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功能，貢獻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嘅戰略目標。我哋並會藉住金融嘅優勢，推動金融賦能產業發展，鞏固現有優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15規劃建議提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資本帳目開放，香港會發揮獨特優勢，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策略。具體措施包括：1. 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嘅總額度喺月初倍增到2000億人民幣，有助推動金融機構便利企業同埋客戶喺貿易同埋跨境業務等更廣泛使用人民幣。
第二，推動人民幣同其他區內貨幣實現更加便捷嘅外匯報價同埋交易，減低交易成本。三、定期發行唔同年期嘅人民幣債券，以豐富離岸人民幣市場產品，同埋完善離岸人民幣債券收益曲線。四、聯同業界積極開拓離岸人民幣利率曲線嘅構建，研究強化短中期利率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嘅具體措施。以及五、吸引高質量發行人增加喺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開拓新興市場，促使更多跨境人民幣交易喺香港進行。為豐富互聯互通，我哋會積極同內地研究，加快落實喺香港推出國債期貨，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將人民幣交易櫃台納入港股通，以及探索持續優化債券通。證券市場，港交所2024年9月實施打風不停市安排以嚟，有7個交易日喺惡劣天氣下如常開市，確保咗市場嘅流動性，亦都為政府帶嚟約25億元嘅印花稅收入。為持續優化證券市場，吸引發行人同埋提升市場效率，港交所將會推進以下工作：一、在第一季就修訂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要求，便利海外發行人第二上市，優化首次公開招股嘅流程，以及為生物科技同埋特專科技公司申請上市提供更彈性等諮詢服務。第二，喺上半年落實完善結構性產品上市框架，以及推動 T+1 結算週期嘅具體實施方案，諮詢市場。以及三，改革證券市場每手買賣單位，以及聯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督委員會、證監會同埋業界喺年內推出無紙證券市場制度。我哋會推進下一階段改革，包括優化上市公司持續規管架構，為海外公司來港第二上市提供具體指引，納入更多海外市場為認可交易所，以及繼續同市場探討為退市或需特殊處理股份提供場外交易平台。債券市場，證監會同埋金管局正係積極落實去年公佈嘅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發展路線圖，包括促進一級市場發行、提升二級市場流動性同埋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而債券電子交易平台亦都會喺下半年推出，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固定收益及貨幣中心嘅地位。為推動債券市場創新，政府去年第4季第3度發行代幣化債券，總額達100億元，規模係當時全球之冠，並引入代幣化央行貨幣交收選項，為未來融入其他形式嘅數碼貨幣奠定基礎。我哋將會繼續定期發行代幣化債券，金管局亦會通過數碼債券資助計劃，鼓勵更多數碼債券喺香港發行。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在港設立嘅單一家族辦公室現已超過3300間，為進一步吸引家族辦公室同埋基金落戶香港，我哋會優化稅制，包括擴闊基金嘅定義，以涵蓋特定嘅單一投資者基金，將數字資產、貴金屬同埋特定大宗商品等列為可獲稅務寬免嘅合資格投資。我哋將於上半年提交條例修訂草案，計劃喺2025課稅年度起生效。政府同埋證監會繼續推動房託基金市場發展，除咗爭取盡快落實將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外，我哋將於年內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便利房託基金進行私有化或重組。此外，我哋將為準備上市嘅房託基金寬免轉讓非住宅物業印花稅，預計明年上半年提交條例修訂草案。港交所嘅綜合基金平台將於年內擴展功能，到涵蓋支付同埋結算等基金銷售流程，以提升市場效率同埋降低交易成本。拓展新興領域，企業財資中心，我哋銳意提升香港作為企業財資中心主要基地嘅功能，全面增強引進來走出去嘅平台吸引力。就此，我哋喺年中會公布一系列優化措施，包括為企業嘅財資中心及其關聯公司提供額外稅務優惠同埋彈性，增設預審機制等，吸引企業遷冊嚟香港。隨住公司遷冊制度去年生效，公司註冊處至今已批准22宗個案，並正處理約20宗申請。我哋會加強對外宣傳，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便利企業管理資產。為優化營商環境同埋方便企業進行內部重組，我哋建議放寬集團內部資產轉讓嘅印花稅寬免準則，以擴大合資格嘅關聯法人團體範圍。我哋將於年內提交條例修訂草案，有關建議適用於即日起簽訂嘅文書。發展金融科技同埋金融基建，數字資產發展。政府發表咗第2份數字資產政策宣言，通過建立整全嘅監管框架，將香港發展為全球數字資產創新中心。我哋年內會提交條例草案，就數字資產交易同埋託管等服務提供者訂立發牌制度。香港已經實施法幣穩定幣發行人發牌制度，喺下個月會發出首批嘅牌照。政府同埋金融監管機構會繼續促進持牌嘅發行人喺合規同埋風險可控嘅情況下，探索更多嘅應用場景。證監會亦都會喺充分保障投資者嘅前提下，進一步促進香港數字資產市場嘅流動性，為專業投資者提供更多產品同埋服務，並會建立加速器，以加快推動市場嘅創新。為配合債券市場應用代幣化技術，政府將提供指引，釐清債權證持有人登記冊、可用分佈式分類賬備存，並探討以電子形式簽署發行文件，以及推動不記名債券電子化。加密資產申報框架，我哋將會修訂稅務條例，喺未來2年分別實施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經合組織嘅加密資產申報框架同埋新修訂嘅共同匯報標準，配合國際間加強稅務透明度同埋打擊跨境逃稅嘅工作。我哋會喺上半年提交條例修訂草案。按三步項目，金管局去年11月啟動按三步項目嘅試行階段，按三步 TX， 讓業界參與者喺可控環境試用代幣化存款同埋數字資產進行真實交易，並將持續優化系統，支持全天候結算同埋落實本地標準，以加強香港同其他市場嘅互通性。商業數據通，金管局嘅商業數據通去年推出 CargoX 項目，旨在善用貨運物流同埋貿易數據，優化貿易融資嘅數碼生態圈。政府正係積極跟進緊 CargoX 專家小組嘅建議，推動香港成為全球領先嘅貿易融資中心同埋供應鏈樞紐。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繼年初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訂合作協議，並建立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我哋將會一、研究在港進行黃金交易及結算嘅合資格機構，為佢提供稅務優惠；
2. 協助業界成立行業協會匯聚資源，加強推廣，並拓展與海內外業界嘅聯繫。以及3. 協助業界了解黃金市場最新發展同埋掌握相關技能，並建立培訓嘅架構。強化市場體系同埋風險管理。強化市場體系，一站式多元資產交易後證券基礎設施。金管局旗下嘅信清結算同埋港交所已經開展研究，建立一站式多元資產交易後證券基礎設施，涵蓋內地同埋香港嘅股票同埋債券，以促進跨產品、跨地域嘅抵押品互通，有助提升市場流動性同埋參與者嘅風險管理。中央結算系統 CMU 國際互聯互通，為便利投資者通過 CMU 持有證券進行全球嘅資產配置，信清結算正係積極聯通多個地區嘅中央證券託管平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央銀行已經成為 CMU 嘅會員。CMU 亦將啟動同瑞士 SIX 嘅聯網，並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後服務，讓投資者能更高效咁管理多元化資產組合。數字資產平台，為推動金融科技應用同埋提升資產管理市場嘅效率，信清結算喺年內會建立數字資產平台，支持數字債券嘅發行同埋交收，並逐步擴展到其他數字資產，以及連接區內其他代幣化嘅平台，鞏固香港喺數字資產方面嘅領先地位。非傳統風險管理，我哋致力發展非傳統風險管理業務，已經將保險相連證券資助先導計劃延長到2028年。此外，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積極向海內外市場加強推廣，去年再吸引咗2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喺香港成立。普惠金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正係逐步推行強積金自由行，今年落實嘅首階段方案將涵蓋2025年5月1日或之後入職嘅職員。我哋明年上半年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以擴展至上述日期前入職嘅僱員。優化監管制度，積金局建議優化向僱主追討拖欠供款嘅程序，以保障僱員嘅權益，並為受託人同埋相關嘅服務供應商喺投資強積金方面增加彈性。積金局今年諮詢持份者之後，政府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保監局將會優化保險公司風險為本嘅資本制度，調整一般保險業務嘅風險參數，同埋就基建投資、基建設施投資降低資本要求。我哋會要求業界採用標準化嘅清單，披露資本充足性同埋風險狀況，令公眾更容易理解佢嘅管治、財務同埋風險管理情況。就加強規管放債人，政府會喺下個月發表諮詢結果同埋具體措施，以處理過度借貸問題同埋更好保障市民。加強國際金融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舊年宣布計劃喺香港設立辦事處，我哋正係積極配合同埋提供所需嘅支持。我哋今年將首次承辦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議，並會繼續舉辦各項金融盛事，包括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裕澤香港高峰論壇以及香港金融科技周聯成 Startup 創業節嘅活動。亞洲金融論壇明年將邁進20週年，我哋會加強金融賦能產業發展，即係金融家嘅內容，提升優勢產業。15規劃建議除咗進一步明確香港嘅戰略地位，亦都支持我哋鞏固提升傳統產業嘅優勢。國際貿易中心面對複雜多變嘅地緣政經格局，我哋將通過一系列嘅政策措施，全方位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擴闊商貿網絡。香港會加強發揮共建一帶一路關鍵節點角色，聯同業界深耕東盟、中東市場，探索中亞、南亞同埋北非市場嘅潛力。同時，我哋會締結更多自貿協定同埋投資協定。我哋已分別與卡塔爾、孟加拉國同埋秘魯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並正與沙特阿拉伯同埃及探討新嘅投資協定。香港共簽訂55份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包括舊年同約旦、馬爾代夫、挪威同埋盧旺達嘅協定。我哋會持續拓展協定嘅網絡。我哋會繼續主動聯繫一帶一路地區嘅主管單位，為香港企業同埋專業服務爭取更多項目配對嘅機會，鼓勵同埋協助外地機構嚟香港路演。我哋會組織外訪同埋項目對接活動，推廣香港專業服務。招商引資，為進一步吸引企業落戶香港，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制定促進產業同埋投資嘅優惠政策包。我哋已就此制定初步框架，會考慮企業所屬嘅行業同埋技術水平，為香港帶嚟嘅經濟貢獻同埋就業機會等。政策工具包括批地嘅安排、財政資助或者稅務減免，優惠稅率會係半稅或者係5%。我哋將於年內提交條例修訂草案。稅務政策係經濟競爭力嘅重要一環。近年國際稅務環境不斷改變，我會成立同埋主持稅務政策諮詢委員會，廣納工商專業界別人士嘅意見，使香港嘅稅務政策更好支持經濟發展，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隨住國家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內地企業更加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政府嘅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會舉辦推廣活動，吸引內地企業以香港為基地出海。我哋亦都會設立跨界別專業服務平台，集合法律、會計、財務、檢測同埋認證、市場推廣等等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支持出海嘅企業，支持本地企業。網購普及同埋消費模式改變，對部分行業帶嚟挑戰。政府正係優化各項措施，提升中小企嘅競爭力，發展品牌適級轉型同埋拓展內銷市場嘅專項基金 BUD 專項基金，一直深受企業嘅歡迎。政府會向基金注資2億元，將申請2嘅資助上限提高到每宗15萬。並為企業應用 AI 提供更針對性嘅資助。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喺年內會推出先導計劃，為與較高風險買家進行出口交易嘅中小企提供保障。政府繼續通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為企業提供信貸擔保。我哋已經將80%擔保產品嘅申請期延長到2028年3月底，同時將還息不還本嘅安排申請期延長到今年11月中。計劃下嘅總信貸保證承擔額將會增加200億元。香港食品優質嘅信譽，有利業界進一步拓展內地以至國際市場。我哋會繼續爭取，讓更多種類嘅港產食品受惠於內地市場准入同埋便利通關嘅安排。食物安全中心將豁免所有與檢測相關證書嘅收費2年。此外，我哋亦都會喺年中為優質本地漁農產品推出統一新品牌，配合認證檢測同埋溯源機制。會議展覽業，為推動展覽業進一步發展同埋國際會展之都嘅品牌建設，政府會預留1億元，試行同相關機構合作，聚焦吸引具嶄新元素嘅大型國際展覽嚟香港，將香港打造成展示內地及海外品牌嘅首選平台，並吸引高消費商務旅客同埋帶動高增值嘅經濟活動。國際航空樞紐，
香港國際機場係全球最繁忙嘅貨運機場，去年貨運量突破500萬公噸，客運量達6100萬人次，按年上升近1成半。我哋會同具發展潛力嘅地區，如中東、中亞、非洲同埋南美洲等，爭取訂立新民航協議同埋擴展航權，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嘅競爭力。香港國際機場擴建後嘅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於5月啟用，顯著提升機場嘅整體運力。機場城市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正係積極為建設世界級地標機場城市 Skytopia 招商引資，相關發展項目包括亞洲國際博覽館2期、藝術品倉儲、遊艇港灣等。飛機部件處理同埋交易中心，機管局正係落實同一家海外領先嘅航空服務公司喺香港提供飛機拆解、部件回收等專業服務，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首個飛機部件處理同埋貿易中心。運輸物流合作，與大灣區機場協作，經珠海到香港乘搭飛機嘅直通客運服務開通以嚟，已服務超過10萬人次。機管局將加強宣傳並完善兩地嘅接駁，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海空聯運，機管局同東莞合作嘅海空聯運已經有27間航空公司同140間物流公司參與。此外，香港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第1期嘅海空聯運碼頭已經完工，餘下工程亦都會喺年內完成，目標喺明年上半年投入運作。國際航運中心，香港會進一步配合國家航運戰略發展，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我哋正係全力推進物流業智慧化轉型，並同時拓展貨源腹地，以爭取更多中轉貨物。智慧港口，剛推出嘅港口社區系統提供實時海陸空貨物追蹤功能，連接唔同業界嘅物流信息，並與廣東電子口岸聯通，提供一單多報等增值服務。現時已經有超過3000間公司登記使用，我哋會善用系統嘅數據，為業界創造更大嘅價值。高增值海運服務，我哋上半年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優化現有海運服務業稅務優惠安排，並為合資格大宗商品貿易商提供半稅優惠，進一步推動香港高增值海運服務嘅發展。為鞏固香港船舶註冊嘅領先地位，我哋年內會提交條例修訂草案，革新現行嘅船舶註冊安排，包括容許雙期船制，配合國際航運企業嘅多元營運模式。香港海運週，今年係香港海運週10週年，我哋將與國際航運組織合作舉辦更多大型高峰論壇同埋研討會，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嘅影響力。綠色航運，構建綠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為發展香港成為綠色船用燃料加注同埋貿易中心，政府將會豁免使用或者運載綠色燃料船舶嘅港口費，鼓勵更多船舶喺香港加注，以及向在港註冊嘅綠色燃料船舶提供優惠，加速香港船隊綠色轉型，涉及嘅政府資助約係3400萬元。政府年內會修例提供更多撈地作綠色燃料加注。金融聯動航運，國際航運業正值綠色轉型，訂造綠色燃料新船或改造現有船舶所需資金龐大，香港會發揮優勢，推動金融中心同航運中心嘅聯動發展。開拓貨源，我哋全力打造通達內陸嘅鐵海陸江聯運體系，爭取更多內地貨物經香港出口，並喺年內修訂法例，將現時航空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安排拓展到其他海路轉運或者係海空轉運嘅模式。智慧物流，為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智慧物流樞紐，政府年內會推出未來智慧物流加速計劃，促進業界轉型同埋物流數據互聯互通，增加物流業嘅競爭力。現代物流圈，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同埋前海合作區對接，將係北都嘅現代服務業中心。政府喺該區已經預留32公頃發展現代32公頃土地，發展現代物流圈。年內將就第一幅用地邀請業界提交發展意向書。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國際法律樞紐，律政司正係籌備興建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將其打造成國際法律樞紐嘅新地標，匯集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總部、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等。工程前期工作年內展開，律政司亦會繼續吸引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喺香港設立辦事處，其中國際統一司法協會今年會喺香港設立亞太地區聯絡辦公室，加強推動調解同埋仲裁服務。政府將強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嘅認證同埋紀律制度，並喺年內推進立法工作。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制度，我哋已推出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推動發展本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加強專業嘅協作。律政司去年底正式啟動嘅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組織跨專業服務團隊，支持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首選平台出海。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我哋正係積極發揮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角色，我哋會完善稅務同埋制度配套，培育人才，發揮專業服務嘅優勢，推動知識產權交易同埋融資，助力經濟發展。扣稅嘅安排，我哋正係就住購買知識產權或其他或佢嘅使用權嘅資本開支嘅扣稅安排諮詢業界，計劃年內提交條例修訂草案，降低成本，可促成更多相關貿易，有利知識密集型產業嘅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地位。融資嘅沙盒，知識產權融資沙盒去年底推出，香港3間主要銀行同埋來自生物科技、電子同埋科技企業嘅客戶、法律同埋專業服務機構等參與試點項目。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同埋知識產權署會聯同金管局密切留意沙盒嘅運作情況，並作後續嘅安排。專利估值嘅支援，政府已預留2800萬元與香港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讓其以國家標準國標為基礎，向創科企業提供專利質素分析，以及落實為期2年嘅專利估值先導支援計劃，協助科技企業為專利資產估值。專利審查，知識產權署會擴充佢嘅專利審查團隊，尤其就重大科技範疇嘅原授專利申請，加強自主審查能力，為科研成果提供更堅實嘅法律保障。人才培訓，知識產權署將會與職訓局合作，推行為期2年嘅先導計劃，開辦知識產權學院，提供同資歷架構掛鈎嘅在職培訓，目標係今年底啟動。為此，我哋已經預留5200萬元。商業配對，
香港有完善嘅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同埋專業人才，可為內地企業提供全面嘅支援。繼去年底安排內地企業來港參與配對活動，知識產權署會同內地合作，喺年中組織業內人士參與喺內地嘅商業配對項目。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喺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四。我哋會繼續加強培育本地人才，吸引海內外人才，以及發展國際教育樞紐，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培育人才，創科。我哋通過創科實習計劃，鼓勵大學生體驗創科相關工作，至今已提供2萬個實習機會。研究人才庫計劃亦都批出15000多個申請，資助機構聘請修讀 STEM 嘅大學畢業生從事研發。金融學院致力培育具國際視野嘅金融領袖，已有80多名高層管理人員參與金融領袖計劃，惠及近50間機構。灣區專上學生金融科技雙向學習計劃，資助兩地嘅學生喺金融科技企業短期實習，已經有30間企業同埋100名學生參與。提升保險業人才培訓計劃將會延長3年，聚焦提升從業員嘅專業能力。法律及爭議解決，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已為各地超過2000名人士提供專業實務培訓，並將繼續與內地、一帶一路及其他司法區法律及爭議解決嘅業界分享經驗。航空，我哋着力培訓現職同埋新進嘅航空人員。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今年將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全新嘅航空管理碩士課程。學院亦都同一間海外航空服務公司成立航空工程培訓中心，推出一系列飛機維修同埋部件處理同認證嘅專業課程。建造業，我哋會繼續培育建造業專業人才，以應付未來嘅人手需求。為協助更多畢業生獲取專業資格，我哋會撥款6500萬元，增加今年政府嘅培訓學額。吸引人才，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已經吸引超過27萬各地人才來港，其中高才通計劃已吸引超過10萬全球精英，貢獻香港嘅經濟發展。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會繼續加強喺海內外招攬人才，並擴大合作夥伴嘅網絡，協助人才同埋佢嘅家屬落戶香港。Inno Hong Kong同超過30間海內外頂尖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合作，匯聚超過3000名科研人員，進行世界級嘅科研合作。我哋去年推出30億元嘅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劃，對接國家前沿科技戰略部署。國際教育樞紐，香港係重要嘅國際教育樞紐，擁有5所世界100強大學。根據國際管理發展學院 IMD 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教育競爭力全球排名第2。第3所醫學院，政府已預留資源，以配對形式供香港科技大學籌辦第3所醫學院，目標係2028學年錄取第一批學生。新醫學院聚焦培養兼具臨床與科研能力嘅人才，並吸引更多醫學人才擔任教研嘅工作。政府喺北都牛潭尾已預留土地作為新醫學院嘅永久校舍，以及發展綜合醫教研醫院。我哋會為此預留資源。政府會同科大進一步探討綜合醫教研醫院嘅發展同埋營運模式，全力支持盡早展開工程。北都大學城，就北都大學城嘅發展，我哋短期內會推出3幅位於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土地，供資助大學同埋應用科學大學申請發展校舍。我哋將會預留100億元，以貸款方式支持佢哋嘅校舍建設，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教育局已成立留學香港專班，吸引全球優秀學生嚟香港就學。現正舉行嘅留學香港周重點活動包括全球3大國際高等教育會議之一嘅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會暨展覽，以及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國際論壇。文體旅融合發展，我哋會繼續推動文化、體育同埋旅遊嘅融合發展，為市民同埋旅客提供更好嘅城市生活體驗。旅遊產業，去年訪港旅客人次上升1成2，為相關行業創造商機同埋就業機會。來年我哋會向香港旅遊發展局撥款16億6千萬元，凸顯香港優勢，提升旅遊吸引力。香港係亞洲盛事之都，旅發局將會加大旗艦活動嘅規模同埋宣傳，引入新亮點、現場活動嘅時間，並推出更多特色嘅節慶活動，凸顯香港匯萃中西嘅吸引力。繼去年光影匯中環大型3D 光影廣受歡迎，旅發局將推出以光影巡禮為主題嘅全新表演，取代幻彩詠香江，喺全年不同嘅日子同埋地方舉行，吸引高端過夜客。旅發局將會加強向具潛力嘅客源市場推廣，包括廣東省以外嘅內地城市以及東盟、中東等新興市場，吸引更多過夜旅客。我哋亦會積極推動更多各類型嘅會議展覽同埋獎勵旅遊喺香港舉行。去年訪港郵輪達到189航次，按年增加26%。旅發局會進一步吸引更多國際郵輪將香港納入行程。我哋會繼續深化同大灣區以及其他內地省市嘅旅遊協作，並與航空公司探討推出一程多站嘅行程，吸引更多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同埋內地。活化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承載住香港嘅城市文化。我哋已經推薦咗24個保育項目，其中4個更係獲得國際獎項。我哋亦都為80多棟私人歷史建築嘅維修提供咗資助。我哋會向保育歷史建築基金增撥10億元，以繼續推動相關嘅工作。優化海濱，北角東岸板道東段去年底開放後，全面打通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約13公里嘅海濱，貫徹先駁通後優化嘅理念。我哋計劃第2季就堅尼地城海旁興建新行人通道進行諮詢。紅磡站附近海濱用地今季陸續開放後，九龍海濱長廊亦將延長至約15公里。推動城鄉共融，為配合無處不旅遊同埋推動城鄉共融，我哋建議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同埋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為鄉村帶嚟經濟活力。體育產業，香港運動員喺國際舞台上表現卓越，去年更喺全國運動會中取得9金2銀8銅嘅歷史佳績。我哋將會投放更多資源，積極推進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同埋產業化。我哋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嘅體育部分注資12億元，進一步推動體育發展，包括強化隊際運動項目運動員嘅培訓，提升教練嘅專業水平，以及支持同埋拓展更多元化同更高級別嘅體育賽事在港舉行。我哋會繼續通過 M 品牌計劃推動體育盛事化同埋產業化嘅發展。我哋會繼續聯同啟德體育園公司，爭取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同埋活動。文創產業，
我哋致力推動文化藝術同埋創意產業發展，至今已向創意智優計劃同埋電影發展基金合共注資超過90億元。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我哋正係積極打造香港成為全球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短期內將敲定與巴塞爾藝術展未來5年嘅合作安排。香港係全球3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為強化優勢，我哋已開展研究，聚焦融資同埋人才等範疇，預計年內完成。加速綠色發展，我哋會積極配合國家雙碳目標同埋綠色低碳發展策略，全力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同埋企業綠色轉型。綠色產業同埋轉型需要資金、科技同埋人才嘅支持，為香港帶嚟龐大嘅商機。邁向雙碳目標，我哋正係積極落實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爭取喺2035年前將碳排放量從2005年嘅水平減半，並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綠色科技，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成立以嚟，政府共注資4億元，批出多個項目，包括氫燃料生產同埋儲存、轉廢為財等技術。其中一個大學團隊已將新研發嘅工業廢水處理技術推廣到大灣區同埋長三角地區。另一個團隊正係計劃同氫燃料電池企業合作，推廣新型燃料電池堆嘅技術。氫能發展，我哋會根據香港氫能發展策略，制定氫能標準認證，現正就框架諮詢業界，目標係對接內地同埋國際嘅認證體系，讓香港成為綠色低碳氫能技術同埋產品輸出海外嘅示範窗口。政府5月舉辦氫能週，促進國際交流，並會組織海外專家到內地考察氫能嘅應用同埋發展。綠色金融，為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國際綠色金融中心嘅地位，政府將繼續發行可持續債券，構建有利嘅監管環境同埋加強跨界別合作，包括落實香港可持續披露準則。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正係就相關核證嘅監管框架諮詢公眾。金管局不斷完善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以更有效回應相關項目嘅融資需求，加速區內嘅低碳轉型，並爭取喺年內制定銀行綠色轉型規劃指引。我哋將會支持同內地以及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探討喺香港設立綠色科技項目加速器，支持綠色科技項目喺一帶一路地區孵化加速同埋發展，為香港嘅綠色金融服務提供創新嘅案例。我哋亦都會研究喺企業同意下，便利金融機構獲取其公用事業用量相關數據，提升綠色融資同埋風險評估嘅效率。綠色城市 iPark， 香港首座都市固體廢物轉廢為能設施 iPark One 已經喺去年底陸續投入服務，全面運作後可每日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以及每年向電網輸出超過4億度電，足夠10萬戶家庭使用。連同規劃興建嘅 iPark 2，我哋正係穩步邁向零廢堆填同埋碳中和嘅目標。減廢回收，我哋會預留資源，由下年度起啟動5年計劃，從3方面優化同埋提升回收設施。第一，擴大回收網絡，逐步將綠在區區轉型為全天候自助回收設施。第二，善用科技，從廢物中提取有價值嘅物料，並轉化為可供製造環保產品嘅原材料。第三，建構智慧化回收網絡物流系統，提升成本效益同埋效率。電動車，我哋會繼續推動電動車嘅使用，電動商用車、電動電單車同埋電動機動3輪車嘅首次登記稅繼續獲全數豁免，至2028年3月底。考慮到現時電動私家車技術成熟、供應充足、車款增加同埋價格逐漸下調，電動私家車已具備市場競爭力。電動私家車嘅首次登記稅寬減安排喺3月底屆滿後不再繼續，環境及生態局稍後會公布有關詳情。漁農業可持續發展，我哋持續推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漁業方面，黃竹角海同大鵬灣新魚類養殖區現代化海魚養殖場已啟用。漁業持續發展基金會繼續支持種苗研發同埋增設本地漁產品加工設施。農業方面，上半年將選定經營者喺羅湖興建同埋營運首座多層式環保養豬場。土地及房屋供應，北部都會區，北都對促進香港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及提升競爭力至為重要。政府正全速推展北都，為房屋創科同埋產業發展提供空間。土地發展與建設，首批新田科技城嘅創科用地及洪水橋嘅大學用地將於年內完成平整。我哋下年度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啟動牛潭尾新發展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第1期、第2階段發展嘅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以及古洞北政府聯用綜合大樓等項目。政府上月成立嘅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將通過直接參與同埋公私營合作發展同埋營運洪水橋約23公頃產業用地，以加速產業導入。我哋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元作為起始資金，以支持公司初期營運同埋發展需要，讓佢喺年中投入運作。多元發展模式，我哋以創新思維加速北都發展，包括以片區模式加快新發展區嘅批地。首個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現正招標，就地價繳付亦引入彈性安排，例如容許以政府已收回嘅北都土地抵銷部分地價，以及分期支付地價等。呢啲措施連同按實際興建樓面面積及選定用途釐定補地價金額嘅按實補價，提供較長年期嘅政府租約等，可緩減企業開發土地嘅現金流壓力同埋不確定因素。我哋會繼續為北都產業用地同主要發展項目制定合適嘅批地同埋融資安排，並全力招商引資，吸引高質素嘅企業落戶。專屬法例及行政措施並行，政府將於短期內就加快北都發展專屬法例嘅建議諮詢公眾，目標係年中提交條例草案。此外，北都專案監督辦公室將加強協調並訂明審批期限，加速推進北都大型私人項目嘅發展。有關行政安排亦適用於北都以外嘅項目。土地供應，未來5年，我哋會準備可興建約98000個私營房屋單位嘅土地。來年賣地表包括9幅住宅用地，加上鐵路物業發展、市區重建局及私人發展同埋重建項目，預計全年嘅潛在土地供應可供興建約22000多個單位。但我想特別強調，用地嘅具體推售安排會審慎參考市場同埋其他情況，按季公佈，讓到市場平穩發展。考慮到非住宅物業市場空置率現時及未來供求情況，政府來年繼續不推售一般商業用地。
另外，港投公司將會與區域同埋國際嘅長期資本合作，引導資金投向符合香港產業定位嘅優質商業物業項目，並把有關項目與目標行業嘅企業對接。發展局亦正邀請市場就3幅發展專上教育學生宿舍嘅用地提交意向書，視乎市場反應推售相關土地。房屋供應，連同簡約公屋，本港未來5年總體公營房屋建屋量約19萬6千個單位，較本屆政府上任時嘅5年期增加超過8成。簡約公屋去年共落成9500個單位，穩步邁向2027-28年度前完成約3萬個單位嘅目標。簡樸房規管制度3月起實施，過渡安排為期48個月。私營房屋供應方面，我哋預計今年起嘅5年內，私人住宅單位每年平均落成量約17000個，較過去5年嘅平均數減少約8%。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潛在供應量約為104000個。基建發展，運輸基建，政府剛公布運輸策略藍圖，提出本港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策略同埋具體建議。藍圖以公共交通為核心，強化跨境運輸基建，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並擁抱智慧轉型，更便利市民同埋旅客。我哋正係推展一系列鐵路、主要幹道同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形成8縱8橫嘅佈局。當中，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已經通車，餘下嘅九龍灣段工程預計年底完成。屆時油麻地往來將軍澳只需12分鐘。鐵路方面，古洞站、東涌線延線、洪水橋站、屯門南延線以及小蠔灣站等項目將於明年起陸續落成。我哋正係爭取北環線主線同埋支線喺2034年或之前同步開通。至於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段，預計明年為詳細設計及建造工程招標，目標係2035年開通。此外，位於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預計今年招標。我哋亦全速進行北都公路嘅勘查研究，將優先推展新田段。目標係喺明年為主體建造工程招標，爭取喺2036年或之前開通。建造專業發展，機械人應用，我哋已要求公務工程喺合適工序採用建造機械人。建造業議會亦會提供相關培訓，推動業界善用機械人，推動創新科技應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推動業界廣泛應用創新科技，提升生產力同埋工地安全，減低建造成本。我哋會注資10億元，繼續支持業界發展。新工程合約模式同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我哋正係同前海管理局積極探討喺前海試行香港嘅新工程合約模式同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助力內地工程合約同埋管理體系與香港和國際對接。建築標準對接，我哋會參考國標同埋海外標準，進一步提升本港建築規範，同時利用香港國際化嘅優勢同埋經驗，共同構建大灣區建築標準，並協助國標進入國際市場。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為推動應用研發同埋加強控制成本，我會預留1億元，支持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開展多項研究，包括建築標準嘅檢視同埋 AI 應用等，減低建造成本。發展局正係優化採購模式同埋精簡審批流程，減低建造成本同埋提升效益。例如簡約公屋組裝合成構件同埋污水處理廠機電設備嘅直接採購，節省咗約10%至20%嘅開支。房屋署自主研發嘅 BIM 系統化地基工程設計方案，為每座大樓平均節省約100萬元成本。此外，採用第2代組裝合成建築法以及本地開發嘅創新結合技術，亦都為公營房屋工程提速增效。關愛共融，大埔火災後續同埋相關工作，政府已為受大埔火災影響人士提供全方位支援。我哋亦剛公布後續嘅長遠居住安排，並為此預留40億元。為減低樓宇維修工程嘅圍標風險，市建局下半年會推出加強版招標妥，除提供更嚴謹嘅預審名單外，亦為業主就聘請顧問同埋承建商提供專業意見同埋支援。此外，市建局會提供資助，鼓勵業主善用招標妥嘅收費服務。呢2項措施，我哋建議向市建局撥款3億元。發展局正係全面檢視樓宇更新大行動2.0，制定全新嘅資助計劃。我哋會為此預留30億元。我哋亦會撥款10億元，延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為業主提供資助。關顧長者，政府下年度起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4000張到16000張，以及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增加1000張到總數7000張，預算每年開支分別約12億同埋19億7千萬元。政府同時會推動長者照顧服務市場進一步發展，促進政府資助服務同埋市場嘅自資服務並行，提升整體嘅服務容量。政府一直為跨境安老提供支持，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本月起新增2家至到26家，覆蓋大灣區內9個城市。去年底亦推出為期2年嘅醫療補貼試行安排，上限為每人每年門診費人民幣1萬元及住院費3萬元。此外，政府年中將推出新安排，讓參與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同埋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嘅長者，可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佢哋指定嘅內地銀行戶口。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去年公布咗30項措施，大部分已取得成果。政府會繼續同業界緊密合作，推動銀髮經濟。支援青年，我哋會為青年提供更多內地同埋海外交流同埋實習機會，包括推出全新嘅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並會額外撥款6000萬元，持續推展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我哋將為大專生提供約3600個喺政府部門同埋公營機構嘅短期實習機會，讓有志於公共服務嘅年輕人累積經驗。婦女發展，由下年度起，婦女自強基金嘅年度撥款會增至3000萬元，以促進婦女嘅全面發展。支援在職家庭，為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已超過1530個，較去年增加約12%。支持殘疾人士，政府會加強康復服務，喺下年度增加約450個日間住宿同埋學前名額，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1億0700萬。政府亦會為接受到校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嘅學童喺升讀小學後嘅第一個學期提供銜接同埋支援服務，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2億6千萬元。促進就業。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反應理想，自推出1年半以嚟，已錄得超過37000宗就業個案。下年度嘅撥款會增加至2億2200萬元。中高齡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用年滿40歲或以上人士，並提供在職培訓。僱主聘用每名合資格人士，每月可獲發放最高5000元津貼，為期3至12個月。計劃去年資助咗4500宗個案。此外，再培訓局去年亦為50歲或以上人士專設2項新培訓課程。優化醫療服務，推進基層醫療。政府會深化社區基層醫療，推出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擴大篩查到乙型肝炎等病種，強化跨專業協作，並完善醫務化驗同埋放射診斷等輔助服務。首5年目標參與人數約係70萬。政府亦會喺下半年推動社區藥物名冊同埋社區藥房計劃，方便市民。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亦會延長2年至2028年底。當長者喺同一年度使用醫療券支付檢查或者係慢病管理等特定基層醫療服務，累計達1000元，便可獲500元醫療券獎賞，涉及額外開支約10億元。推展公營醫療，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嘅16個項目將陸續完成。我哋正係按最新嘅人口結構同埋分佈，檢視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嘅項目，佢嘅規模同埋優次，並會適時公佈同埋有序推展。提升私營醫療，為提高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嘅透明度，讓市民作出醫療決定前更充分掌握價目資料，政府年內會向立法會提交相關規例。公共財政，疫情期間政府推出多輪大規模嘅逆周期措施，以撐企業同埋保就業。呢啲措施雖然穩住咗經濟民生，但亦導致出現數年嘅財政赤字。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強化財政整合計劃，通過嚴格控制政府開支增長，適度增加收入同埋整合政府財政資源，同時加大發債規模，致力將政府嘅財政達至平衡。去年定下嘅目標係2026-27年度同埋2028-29年度分別喺經營帳目同埋綜合帳目達至盈餘。過去1年，我哋全力落實財政整合計劃，同時受惠於股票市場表現突出以及經濟增長加快，令印花稅同埋利得稅較原來預算合共增加近500億元收入。2025-26年度嘅經營帳目提前恢復盈餘，綜合帳目計及發債嘅淨所得則大致平衡。中期而言，喺2026-27年度至2030-31年度期間，經營帳目將持續維持盈餘，非經營帳目則主要因為基建開支處於高水平，每年仍會出現赤字。由於基建項目係投資香港嘅未來，我哋會適度增加發債，以滿足呢方面嘅資金需要。期內預計政府嘅儲備將會逐步增加到超過7000億元。整體而言，政府財政已有明顯改善。政府一直恪守《基本法》第107條量入為出嘅原則，致力喺經濟週期內維持收支平衡，確保公共財政嘅韌性同埋可持續性。持續落實財政整合計劃，我哋會持續落實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嘅強化財政整合計劃，主要原則為1，以嚴格控制政府開支為主，開源為輔；2，保持香港簡單低稅制嘅競爭優勢，盡量避免大幅調升稅率或者引入新稅種；以及3，喺開源嘅時候，盡量體現用者自負同埋能者多負。嚴控經營開支，我哋會繼續嚴格控制政府經營開支增長，各政策局同埋部門會持續檢視資源分配同埋工作優次，並通過整合內部資源、精簡程序同埋運用科技，以更高成本效益為市民提供服務。我哋會按計劃推進資源效率優化計劃，喺唔影響綜援公共福利金同埋法定開支嘅前提下，喺2026-27同埋2027-28兩個年度，每年節省政府經常開支2%，即係較2025-26年度分別再節省約78億及156億元嘅開支。公務員編制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每年分別縮減2%，預計2026年4月1日，公務員編制將減至約188000個職位。本屆政府任期內將累計削減超過1萬個職位。就2026-27年度嘅公務員薪酬調整，政府將按既定機制進行薪酬趨勢調查，並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喺充分考慮6大因素後決定。增加收入，喺開源方面，秉持能者多負嘅原則，我哋將會推行以下措施：1億元以上嘅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將由4.25%調高到6.5%，影響約0.3%嘅住宅物業交易，估計每年可以增加約10億元收入。措施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通過後，追溯到明日開始生效。以及2，我哋去年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經合組織嘅方案，向年度總收入7億5千萬歐元或以上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徵收全球最低稅，同埋實施香港最低補足稅。預計由2027-28年度起，每年可為政府帶來約150億元額外稅收。整合並善用財政資源，整合政府帳目以外嘅基金。按去年財政預算案，我已經從6個規模較大嘅種子基金中回撥咗615億元到政府帳目，以善用財政資源。我亦指示各政策局全面檢視其餘36個喺政府帳目外嘅特定用途基金，經審慎評估各個基金嘅實際情況，我哋提出以下嘅建議： 1. 修訂4個基金嘅財務安排，喺配合基金未來5年運作嘅前提下，將剩餘嘅資金回撥。 2. 結束一個已經完成政策目標嘅基金，以及結束2個可通過常規撥款機制更有效達至相關目標嘅基金，將剩餘嘅資金回撥。 3. 整合6個基金為3個，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率。以及 4. 維持其餘23個基金嘅財務安排不變。上述措施預計喺2026-27年度可以回撥約158億元到政府帳目。轉撥債券基金累計盈餘，
債券基金喺2009年成立，一直喺政府綜合帳目以外，旨在配合推行政府債券計劃，發行銀色債券、通脹掛鈎債券、另類債券等。其中銀色債券喺2024年起已經改咗喺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發行，發債收入存放喺基本工程儲備金。政府債券計劃發行嘅債券大部分將於今年年底前到期償還。截至3月底，債券基金嘅結餘約莫係1500幾億元，扣除未償還嘅債券餘額同埋利息支出後，約有370億元嘅累計盈餘。為咗善用呢個債券基金嘅盈餘，政府會向立法會提交決議，讓債券基金嘅累計盈餘喺26-27年度轉撥到政府綜合帳目。轉撥外匯基金嘅投資收益。外匯基金去年嘅投資表現創下歷史新高，全年投資收益達3300億元。截至去年底，外匯基金總資產超過41000億元，規模足以維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我建議根據外匯基金條例，喺不影響外匯基金保持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穩定健全嘅前提下，從外匯基金將1500億元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每年轉撥750億元去到政府嘅基本工程儲備金，以支持北都同埋其他嘅基建項目。發行債券。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未來2至3年額外預留300億元，加大工程開支，持續帶動經濟發展。政府喺2026-27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算約係1280億元。喺中期財政預測期間，基本工程開支將會維持喺相若嘅水平。政府自2019年度起發行綠色債券，並喺2024年起推出基礎建設債券，發債所得嘅資金既能投資於基建項目，亦能促使本地債券市場嘅多元發展。因應政府要加快推進北都建設同埋其他同經濟民生相關嘅公務工程，我哋計劃將2個債券計劃嘅合共借款上限由去年公布嘅7000億元提升至9000億元。未來5年，我哋將每年發行約1600億至2200億元嘅債券，其中大約一半用喺為近年發出嘅短期債務再融資。我哋日後將發行更多較長期嘅債券，讓現金流年期同工程項目嘅資金需要更加匹配。喺中期預測期內，政府債務同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將會由 14.4% 升到 19.9%， 遠低於大部分先進經濟體，屬非常穩健水平。我再次強調，政府發債所得資金只會用在基建投資，唔會用喺政府嘅經常開支。2025-26年度修訂預算。2025-26年度政府嘅整體收入修訂預算係6888億元，較原來預算高咗 4.5%。受惠於股市交投活躍同埋經濟加快增長，印花稅嘅收入修訂預算係995億元，較原來預算增加約319億。利得稅較原來預算增加約168億元，而薪俸稅保持平穩。修訂預算分別為2090億元同埋970億元，反映香港經濟嘅韌性強勁。然而由於住宅物業市場剛回穩，商業物業市場仍然相對疲弱，令政府嘅地價收入處於低水平。修訂預算係175億元，較原來預算少35億。2025-26年度政府整體開支修訂預算係7892億元，較原來預算低330億元。其中經常開支係5724億元，較原來預算低157億元。2025-26年度政府經營帳目將由原來預算約30億元嘅赤字，轉為錄得513億元嘅盈餘。非經營帳目則由於地價收入處於低水平，加上提速推展北都同埋其他經濟民生相關嘅公務工程開支，仍會錄得赤字。計及發行1550億元政府嘅債券，而同時有償還517億元到期嘅款項後，我哋預計綜合帳目將由原來預算嘅170億元赤字，轉為錄得29億元嘅盈餘。財政儲備喺2026年3月31日預計係6572億元。2026-27年度財政預算。去年施政報告宣布嘅主要政策措施，共涉及74億元嘅經營開支、320億元嘅非經營開支，以及200億元嘅財務承擔。另外，亦會減少13億元嘅收入。相關措施嘅財務影響已經喺2026-27財政預算充分反映。2026-27年度政府整體開支將會上升 6.9% 至到8434億元，相當於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嘅 24.2%。2026-27年度經常開支將會增加 4.8% 至到5997億元，其中民生相關政策範疇，包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同埋教育，投放仍然龐大。合共3571億元，佔經常開支近 60%。非經常開支將會增加 36.9% 到405億元。2026-27年度嘅整體收入預計係7652億元，入息及利得稅預計係3212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22億。以2026-27年度嘅賣地計劃同埋土地供應嘅目標為依據，地價收入預算係180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5億。印花稅收入預算約為1010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 1.5%。另外，從政府帳目外設立嘅基金回撥翻嚟約係158億元，從債券基金累計盈餘同埋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分別轉撥翻嚟嘅有370億元同埋750億元。2026-27年度經營帳目預計有約119億元盈餘，非經營帳目預計有約901億元赤字。計及政府債券發行額約1600億元同埋償還約597億元嘅款項後，年度綜合盈餘預計係221億元，財政儲備將上升到6793億元。支援市民同埋企業。為向市民同埋企業提供支持，並考慮到政府嘅財政狀況，我哋會推出以下措施：第一，
寬減2026-27年度首兩季嘅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500元為上限，估計涉及315萬個住宅單位，政府收入將會減少約31億元。2. 寬減2026-27年度首兩季嘅非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500元為上限，估計涉及44萬個非住宅單位，政府收入將減少約4億元。3. 寬減2025-26課稅年度100%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上限3000元，全港約212萬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喺2025-26年課稅年度嘅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53億元。寬減2025-26課稅年度100%嘅利得稅，上限都係3000元，全港約17萬1000家企業受惠。有關扣減會喺2025-26年課稅年度嘅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5億元。以及5.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嘅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1個月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者傷殘津貼，以及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會作出相約嘅安排，涉及嘅額外開支約係65億元。此外，我建議由2026-27課稅年度起，第一，把基本免稅額及單親免稅額由13萬2千元增加到14萬5千元，已婚人士免稅額由26萬4千元增加到29萬元，約有209萬名納稅人受惠，每年稅收減少約係35億6千萬。第二，把子女免稅額同埋額外子女免稅額由13萬元增加至14萬元，將惠及約36萬名納稅人，每年稅收減少約6億8千萬元。以及3，增加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嘅上限，將會惠及約83萬名納稅人，每年減少約9億7千萬元嘅稅收。具體嘅調整如下：供養60歲或以上父母或者祖父母嘅免稅額由5萬元增加至5萬5千元，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嘅所享有嘅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供養55至59歲嘅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由25,000蚊增加到27,500蚊，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所享有嘅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以及父母或者祖父母入住合資格院舍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扣除上限由10萬元增加至11萬元。中期嘅財政預測。中期嘅財政預測主要從宏觀嘅角度估算政府嘅收支同埋財政狀況，並以全面反映財政整合計劃嘅措施。2026-27年度至2030-31年度採納嘅實質經濟增長率係3%。喺呢個期間，政府基本工程開支平均每年係1200幾億元，經常開支則平均每年增加3.6%。整體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由2026-27年度嘅24.2%，逐漸下降到2030-31年度嘅21.5%。收入方面，利得稅、薪俸稅同埋印花稅等嘅收入嘅增長率，預計同未來幾年嘅經濟增長率相若。2027-28及之後年度嘅賣地收入，估計逐步增加到大概係本地生產總值嘅2%，仍然較過去20年平均3.2%為低，屬於一個保守水平嘅預測。總體而言，政府整體收入保持喺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20%嘅水平。此外，中期財政預測亦反映咗每年發行合共約1600億至2200億元嘅政府可持續債券同埋基礎建設債券，扣除償還債券款項後，每年發債嘅淨所得介乎570億至1170億元。基於上述嘅估算，未來5年嘅經營帳目均會錄得盈餘，非經營帳目因基建開支仍會出現赤字。計入發行債券所得，政府綜合帳目喺未來5年均會錄得盈餘。上述測算未有計及2027-28年度以後可能推出嘅稅務寬減或者其他紓緩措施。預計2031年3月底財政儲備係7337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17.3%，或者係大約10個月嘅政府開支。多謝各位。